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陳婉容。先睇今晚嘅新聞重點。南韓一個新沙士疑似患者死亡。各位，南韓再有3個人確診感染俗稱新沙士嘅中東呼吸綜合症，令到病例增加到18宗，並且有一個疑似患者死亡。暫時未能夠確定死因係咪同新沙士有關，未聯絡到。而喺本港，衛生防護中心下晝喺機場接獲一個韓籍男人同由南韓經香港到廣東惠州嘅中東呼吸綜合症確診患者坐同一班機，被列為有密切接觸要隔離。又宣布提升防疫措施，所有由南韓入境曾經去過醫療機構嘅人士，出現發燒或者呼吸道唔舒服，都列作疑似個案，需要接受檢查。提供虛假資料都係屬於違法。本港零售業轉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預期銷售跌勢持續，會拖慢本港經濟增長，並且令到失業率受壓。馬雙琪報導。本港收電視記者馬雙琪報導。大埔劍橋護老院不獲續牌，部分受影響嘅家屬批評社署支援唔夠，未能夠協助佢哋為長者揾合適宿位。盧卓耀報導。記者盧卓耀報導。泛民立法會議員批評中央喺深圳嘅會面講嘢太絕，有心理準備中央會繼續同泛民長期鬥爭。梁素婷報導。基本繼續新聞時間，上任1年嘅監警會主席郭林廣接受本台專訪，佢指出近年社會上蔓延一種欺凌文化，冇道理嘅人反而聲大夾惡。佢希望警方同埋示威者都可以心平氣和，減少衝突。梁素婷同佢傾過。立法會去研究有冇呢個需要。亞洲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6·4事件26週年，支聯會星期4晚舉行集會，警方會喺維園一帶實施交通同人流管制，同時會有適當行動應付持唔同意見嘅團體可能出現互相指罵嘅場面。何永生報導。亞洲電視記者何永生報導。台灣再驗出茶葉農藥超標，喺香港設有分店嘅歇腳亭，台北嘅分店要將有問題嘅飲品下架回收。香港歇腳亭所屬嘅聯發國際就發聲明，話問題茶葉只係用作內部口味測試，並未流入市面。黃敏俊報導。亞洲電視記者黃敏俊報導。一句格美股變點啊？美股早段係好淡爭持。已經連跌2日嘅道指早段一度升近100點，但係啱啱出爐嘅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跌至2014年1月以嚟嘅低位，又令道指受壓，一度失守18000點水平。九九每兩升1蚊。陳婉容話：聽日天氣點啊？聽日都係有啲雨㗎。天文台就預測聽日大致多雲，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天氣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各位新聞報道員，晚安。